2016年6月12日礼拜日，伫中昼14点到下晡4点，伫 Mandarin House 的 Banquet Center， 就是宴会中心，唔是那餐厅哦，是宴会中心。伫 Olive Boulevard 顶悬药池这个食品店的隔壁，迄个宴会中心，咱要进行今年度的台美人传统庆祝活动，而且咱要推出台湾人的好食物，这个是要互咱大家人有机会带朋友来认捌咱的文化，对食物的文化，看对食物台湾人的食物来了解、来认捌台湾人的文化。欢迎你带你的朋友来，这是咱帮衬咱的文化，这是咱参与推广咱的文化的一个活动。成本对你来讲真低，总是真方便，就会当帮衬人认捌咱。同时，嘛是一个足简单的方法，就会当帮衬咱有一寡朋友，因较无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化。特别是无机会接触到台湾文化的人，帮助因开展因的眼界，帮助因更进一步了解世间无同的文化。